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9，旧历的5月17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台南一个10岁小男童，伫个下境照镜时阵，习惯性甲双手二的洗手槽的面顶，想袂到这个洗手槽瞬间崩破，甲小男童的骹甲手挂着伤，伤一个真正力，血管甲神经全部挂断大出血。 医生用4点钟久的时间，才甲神经一条一条接断来。这个老旧的洗手槽，大部分拢有壁栓，加上洗手槽的下骹是空的，若是袂甘要再动力破去，造成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可怕。 你手就尽量都不要乱动。倒伫白床顶，规身躯有几个所在拢包掉咧。这个10岁囡仔伤甲真严重，伊是伫月经和洗手台挂着伤的。在刷牙还是在洗手？啊，也是还。伊是伫月经照镜，双手伫洗手台顶一个伤大的憋气，伊才会受伤的。他已经有压过好多次，我有看到，我有提醒他，他哪知道这一次就真的，他是喊救我。 一个看到囡仔流血，这个做老母的想到还佫会惊。这个囡仔鼻伤病了，一个检查伊的双手几人空，胸坎佫大腿，血筋还佫神经拢有伤到。主要的伤口在右边的腋下、跟左边的前臂、跟右边大腿还有胸口，这些伤口里面都有很多的神经跟血管的撕裂伤，尤其最严重的是右边的腋下，它右边腋下它有1条动脉、1条静脉跟4条神经都断裂。医生开4点钟的刀，才将神经甲接无好。 这个憋气的洗手台是巨型的，因为用久有袂少必顺的所在，才会遇到了就憋气。第一个是说要先告诫小朋友说这个动作很危险。第二个是说家里如果有很多旧式的悬浮式的洗手台的话，其实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。医生提醒讲，较旧的这款洗手台上好换这款有条仔的，利用的时唔通出力子，安尼才袂发生类似的意外。这一只手是这个位置。